中国船并船2人死案件，双方是敲15届，也敲无结果。中国就批评讲是咱唔知影检讨，要求要赶紧公布事实。但海委会主委关碧玲是表示，这个过程无录影，这点确实失礼。针对于抚慰金甲领遗体部分，卖赶紧来公定。我要再度在这里表达非常高度的不舍跟高度的遗憾跟高度的哀悼。中国快艇并船2死案争议无法度结束，海委会主委关碧玲13搁一摆向家属会施礼，表达哀伤甲遗憾，因为第一阶段协商15摆无共识，中国国台办要求量早公布真相。台湾方面还在以所谓的调查程序来拖延问题解决，民进党当局只有正视问题、端正态度，断船事件的善后协商才能重启。针对双方有高度共识的部分，关碧玲表示，包括抚慰金、遗体领回，毋望尽速做人道抚慰。若无法度达成共识的真相救济，有待司法厘清。立委观测，什么时阵会当进入后一阶段协商？你希望赶快谈的意思咯？人道优先的部分重新谈判。那今个海域发生有中国渔船越界，苗栗外海6海里，也互看到有中国大型的渔船落入，所以因为风险大，无看到咱国海巡舰第一时间管理，改用专停监控。关碧玲解释，有调派大型的船舰处理，也毋过有其他的处理情报在先赶去现场的时阵。中国渔船已经离开，根据统计，今年已经管理349架越界渔船。隔天，他往北航行到大潭外海，隔天是不是？是由桃园舰拦下来驱离1艘，其中2艘脱手离开了。针对于海巡执法量能敢是不足，关碧玲表示，今年有计交船29架新舰，也争取90亿预算维修现有的船舰，继续修复海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